大家好，我哋又講下木局另一個生肖屬羊嘅朋友喺今年龍年嘅運勢係點呢？恭喜羊仔先，原來今年12生肖裏邊咧，屬羊嘅朋友咧係開運嘅日數係最多嘅。咁即係咩意思呢？即係話今年嘅運勢基本上係最強㗎啦。今年咧佢喺工作上得到好多貴人嘅幫助，尤其是異性嘅幫助係特別大，令到佢發揮到非常之高。所以喺龍年咧，佢最適宜做一啲咧就同群眾有關嘅工作，最好咧就專門去幫人解決問題添。例如從事公關啦、議員啦、從政啦，喺做一啲顧問性質嘅工作咧，而家發揮係非常之大嘅。不過要留意嘅就喺龍年裏邊啲羊仔咧個情緒變化好大。個 Michael 建議喺家居風水方面咧要留意一下，穩定大局，發揮自然就嚟㗎啦。另外一樣嘢就係屬羊嘅朋友今年可能比較紅啊，個發展比較好，好容易受到人哋嘅排擠同埋有妒忌，所以可以話一樣嘢就係話腹背受敵嘅情況係一定出現㗎啦，亦都容易俾人講閒話。所以咧，如果屬羊嘅朋友喺今年咧要留意嘅就係話同朋友相處要小心，言多必失。最好嘅就係茶煙飯多啲，意思係咩呢？就話多啲請人食飯，同埋多啲俾啲禮物啲朋友仔，起碼人緣會好啲啊。另外一樣嘅就係話今年屬羊嘅朋友開支都非常大，咁我 Michael 有個建議嘅，不如將啲錢呢就投資喺自己嘅進修嗰度，一來可以應咗個開支運，另外亦都可以提升自己運勢，係一舉兩用嘅。而家 Michael 呢送一啲吉日俾大家，希望大家珍惜同運用啦，就叫木局文昌日，就分別係屬兔、屬羊同埋屬豬嘅朋友可以使用嘅，就係今年嘅5月6號，同埋7月5號、7月17同埋10月21同埋11月2號。呢5日咧，只要用嚟做一啲重要嘅工作啦，最好用嚟進修，就自然咧會令到往後嘅運勢會急劇提升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如果大家都希望喺龍年裏邊日日都做到趨吉避凶，日日行好運嘅話，快啲去24Winter download我本2012任10年行運通勝，大家一齊行好運啦！